大家好，今日我嚟到白雲區嘅雪雷香薰博物館。你可能見過好多人用航拍嚟拍佢個紅磚外牆，但係今日我係帶你入去睇睇。好多人提到呢一間香薰博物館，第一個反應就係呢度係講香水嘅，冇錯，呢度的確係講香水嘅。但係呢一個展覽館係先從古埃及嘅祭祀用香到中國宋代嘅宮廷熏香開始講起。呢個展區係世界用香博覽。呢度咧有好多嘅植物，咁佢仲有一個好似喇叭形咁嘅機，佢每一個下邊咧有植物嘅名，咁你可以 B 下呢一張卡，跟住上邊呢部機咧，佢就會噴出艾草嘅味道，你可以聞到佢嘅味嘅。咁呢度上邊咧就係艾草嘅植物。艾草，依家我 B 一 B 張卡先吓，嗱，一 B 一張卡之後，跟住你睇見上邊呢個機，真係聞到艾嘅味道。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其實我哋都接觸咗好多種唔同植物嘅味道嘅，比如話我哋做餸用嘅桂皮啦、花椒啦、八角啦，呢啲都係植物獨有嘅香味嚟嘅。喺雪雷香薰博物館，你感受到嘅就係鼻尖上嘅一部文明史啊！佢每一個展區咧都根據年代嘅唔同設置唔同嘅景觀。行到嚟呢度，我用卡 B 咗一 B， 聞咗下唐朝楊貴妃嘅味道。你身上嗰張紅色嘅卡咧係全樓通用嘅，咁你行到邊度都可以 B。所以從古代到現代，你可以聞到唔同嘅香味。喺整個參展嘅過程中咧，你係俾香薰圍繞嘅。喺中國古代名著《紅樓夢》裏邊，曹雪芹係多次描寫金陵12釵嘅用香情況嘅。比如話各個姑娘們住嘅屋，佢哋着嘅衫全部都要用香薰嚟屈過嘅。寶釵食嘅一種藥咧就叫做冷香丸，而黛玉係更加自帶體香啦。喺我哋中國嘅古代，用香係貴族生活嘅標誌，而黛玉嘅幽香、寶釵嘅冷香都係暗示住佢哋係貴族。依家睇到嘅係我用攝影嘅手法嚟拍呢個香薰博物館，因為佢呢度所有嘅佈景咧，你真係可以從攝影愛好者嘅眼光去睇，可以拍到好靚嘅景嘅。啱先係睇完古代，依家我哋開始行入現代啦。有道是聞香識女人，我想問你有冇用香水嘅習慣呢？我平時就冇噴香水喺身上，但係我嘅梳妝台上邊係擺住好多樽香水，我係好中意聞啊。依家我行入好驚艷嘅現代香水世界，呢度介紹嘅係世界上好有名嘅調香師，而且呢啲調香師都嚟過雪雷，同雪雷係有合作嘅。整個雪雷香薰博物館有6層。展覽館咧就喺2到4樓，面積係超過9500平方米，係目前全國最大嘅嗅覺體驗空間、嗅覺體驗空間。佢亦都係吉尼斯認證嘅世界上最大嘅香薰博物館啊！我再次用攝影嘅手法嚟拍攝，係咪發覺佢呢個博物館所有嘅設計有好多都係攝影愛好者中意取景嘅角度啊？而且呢度好有現代同埋時尚嘅氣息。依家我係行到上4樓，4樓係香的通感探索，喺我哋人嘅五感之中，亦都係嗅覺、觸覺、聽覺、味覺、視覺，嗅覺係為先嘅。咁香同佢哋有咩關聯呢？呢個區域嘅香水咧係我好感興趣嘅，因為我已經行到嚟2000年啦，我用卡 BB， 我要聞下2000年嘅香水嘅味道。喺呢個博物館，你仲可以購買佢哋調製嘅各類嘅香水，仲有呢度有私人訂製噶。你身上未有一張卡嘅，咁你睇香水嘅時候你會 B 一 B 噶，佢系統會自動記錄你對香味嘅喜好。咁喺參觀結束之後咧，呢個系統嘅 AI 咧就會自動生成一份屬於你嘅香水 DNA 啦。你可以喺1樓呢一個 AI 調香系統度進行AI 調香，咁就可以訂製出一樽屬於你自己嘅個人專屬香水啦。呢間香薰博物館我以前見到嘅咧係人哋拍佢個紅磚嘅外牆，但係當我今日真正行入嚟嗰時，我真係覺得好驚喜，甚至係覺得好意外，值得我哋嚟參觀嘅。睇下呢度係寫住歡迎見證一個世界之最嘅誕生。喺11月27號，雪雷香薰博物館通過咗吉尼斯嘅世界紀錄認證，正式被吉尼斯認證為最大嘅香薰博物館。雪雷香薰博物館係企喺世界香薰之巔啊！呢座就係好多人用航拍飛機拍嘅紅磚外牆嘅雪雷香薰博物館啊！佢成個外形嘅設計咧係香水嘅蒸餾器。呢間雪雷香薰博物館係喺白雲區嘅民營科技園，參觀係要購票嘅，小朋友同埋65歲以上嘅老人家有優惠。今日好多謝你陪我睇咗咁靚嘅香薰博物館，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拜拜。